太祥佛塔在夏园国中附近呢、夏园国中。很多，这很多。啊，这很痛，这很痛。哦，哦，这个早，哦，哦，这个早要做好了呀。哦，让高房讲讲诶，哦，孙啊吼，哦好，豆腐皮吼，好，准备个遮丰富，哦，真诶感恩啊，谢谢哦，哦，谢谢啊。遮济人好做人苦。哦，点传师哦，感恩点传师来关心哦。很痛。前方那边夏园国中，走前方那边夏园农会，往左边那边玄天上帝庙。有前方，夏园国中，旁边有慈惠堂。前行帮忙做塑料。